你和正常人看起来一样嘛，还骗老师说要去医务室，结果跑来这儿溜达。可是，我真不会说谎啊，你这个话不太准确。不过和长安比起来，你的确比还像机器人多了。嘿，长安，你既然和以前不一样了，那我就跟随遇一对吧？嗯，我觉得这样还比较公平一点。那就让我看看你现在有多厉害吧。你们太不够意思了吧？怎么能够不跑我身上呢？平常我绝对不会以多欺少的，今天唯一例外啊，我跟他们一队。不知道以前的安安哥如果还在的话，还会不会打篮球？说来怕你们笑我没气度，小时候他老欺负我，想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可以去场上打一场篮球，一定是得输得一塌糊涂，还要讨回来。张明群就是爱怎样？你其实挺怀念他的吧？我也希望我能够认识他。你能记得他那么多事情，他一定是个很棒的人吧？不过认识你了，我也很开心。去打球吧，大家都要等你呢。好。长安，加油啊！安安哥加油！来呀来呀！加油！哇！长安，跟你打这么多年球，我还是第一次看你投三分会进呢。你这个篮筐有多长你？长安，你现在投篮姿势可比之前这个好看多了，早就该这样了嘛。安安哥，你再投一次嘛。13.9米，你这比3分线的2倍还要远呢。哇，夏长安，你终于有机会打败我了！喜大普奔，喜大普奔！不要